其实咯，这个导演迷的创作人哦，伊要有去甲上的写题材，因为当伊要写 fashion 的东西，对无？一方面是讲客家故事、客家歌的内容哦，其实个题目也因为当好啦哦，所以讲，有时他讲，到底嘛个很多客家歌谣，客家歌谣。包罗万象啦，有那个音乐的部分啦，melody，乐器的用默的乐器安的东西，安尼思考在里边，还有就讲写歌的题材，还有讲用客家地方里面行伊客家话几多嘛，9腔18条嘛，所以每一个艺人每一个客家的创作人就其实差不多去讲。讲最深刻的个部分，外尾呢用遐条题材基本上除里面个生发、歌唱、地位个过去的人生所看到的，包括个七家木卡个生发客家人做个当群欠的，他个当善忙大兵，所过的生发就当色彩，所以就愈安尼一般讲，我哋看到的新人物过的日愈安尼。所以客家人里面係將在神秘狀態，神秘出嘅農村咩，他個做農較多，所以我凡是看到人全部都有種類型，做生人、耕田人啦，對無？迄都嘅都嘅吼，我會自然會注意到一條當善忙、當艱苦，當勤儉嘅大兵啊，所以講賣挑人嘅寫歌嘅吼，唔係特別賣挑人寫歌，青島都客家人啊。青島新竹嘅客家人啊，所以我真是有安尼想嘅，所以我寫對象雖然講特別是一個七做八做都做一個挑人咯，其實我想到我喺同樣就寫個鼓勵一下，因為一個都客家主題，所以我寫個題材因為我哋講生命力一個東西其實。睇下到新人物看到真係真實的生命力，其他佢都攏假嘅啦。我講 fashion 佢假嘅，大家攏清清楚楚，所以希望我嘅創作係真係寫生命嘅東西。